一田製冷，想飲凍水唔使提前雪住啦。3秒出熱水又得，媽咪想飲富興健康水都得，污水變清水，仲可以保留健康礦物質。Yoho 次次都可以做到一樣安詳，更有價格 ，respect。積累製冷即熱，健康富興3.0 Pro 超 match 我嘅需求，唔使再買補一杯樽裝凍水，一部 Yoho 飲水機頂多部 Yoho 水箱升級5.2L，直接加入水喉水，無需翻煲，直接飲，真心方便。我最中意係呢個製冷半導體技術，夏日隨時暢飲6至10度冰水，超解渴，用嚟做冰飲都好快脆，日日變住花神整冰飲，仲升級咗新一代製氫技術，沖茶更入味。呢度要提提大家啦，氫分子多少有啲唔穩定，常溫水氫含量咁高，一條濾芯做到5合1，污水變清水，仲可以保留健康礦物質，有效過濾130種有害物質，仲有富斯礦物質，45到100度可任意調溫。45度飲常溫水，85度沖阿華田，95度沖花茶，溫度同出水量咁精準。新手爹哋輕鬆沖奶。廚房、客廳、床頭、office 免安裝 design。而家我哋屋企日常飲水已經完全離唔開 Yoho 3.0 Pro 啦，幫大家試過啦，放心。